文化新眼界，台湾读书社自20多年前就咧推测台湾文学甲调查地方文史。去年透过嘉义市政府的补助翻出，将重新营运。台湾读书社文化协会表示，这边的整修重新展现新农区建筑的结构，增加使用的空间。未来嘛，更较注重台湾文学的收藏。木造天棚的结构，设计顶面拢是台湾文学作品。1995年伫嘉义成立的台湾图书室，2011年为原本的地下室刷来遮了后，因为空间无够用，去年摕到嘉义市的补助整修，17日重新对外开放。台湾图书室来提供所在，提供这个台湾的文化册，来推广到这个台语的文化，甲一寡这各方面的知识。因为阮细汉拢伫遮咧读册，读着足侪无共款的台湾的文化，对阮的心内的这个冲击真正是一个足大的无共款的世界观。所以我感觉台图是阮嘉义市上重要的文化力量。台湾图书室长久以来伫家己投入文化资产保存甲文书调查的工作，因希望会当甲调查保存的资料，当作是家己学的内容，利用新增加的空间办理课程活动，传承予在地少年朋友。台湾图书室也是一个阅读空间，我们很重视的是台湾文学跟台湾这个台语文母语的这个传承跟教学，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跟力气让像我这样子台语不好的人，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空间学习到自己的母语。经过半年外的修整，台湾图书室伫隔壁阁增加一个会当使用的空间，嘛恢复这间快木建筑原来的模样。台图表示会延续蒋渭水创立台湾文化协会的精神，继续推广地方文学、台语文甲台湾文学，嘛会成做公民社会运动的基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